位后在平安。咱这时当心就来祈祷。创造天地，创造天地万物的地白。阮知是以色列百姓伫旷野时阵，伊愤怒在种百姓，伊来日间通摕食米，但是到第7日，安息就无通摕，因为你要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会知影来遵守安息日做圣日，来纪念主是创造的主，是广告一切万物一切的主。我感谢主，今仔日也是主的日，阮大家自酒，要做伙来敬拜你，恳求天父清洁阮的心，而当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用谦卑的心来闭阮的心门，阮来当心来领受天父上帝的教示。最后，阮来将个时间交伫主的手中。求主换上个基地，阮今仔日的敬拜，咱得到你的欢喜。祈祷一切拢是靠最后所祈祷生命来求。阿门。记得走。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你最高，我要永远学乐你的名，我要日日祝谢你，也要永远学乐你的名。咱做来用是学乐上帝圣诗42首，我的目睭要遥远来黄山圣诗42首。
读圣经来改变咱的信仰。诵读圣经，我是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交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灵命对彼拉多人来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上天，咱做全能的上帝的大名，要对人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神。空洞的教会，圣道的上空，罪的赦免，肉体的救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多谢。咱做老师启用文43篇，4篇51篇，咱做嚟启用。4篇51篇，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照你丰盛的慈悲擦消我的过失，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也洗清我后罪。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的罪常常伫我的面前。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若听。伫你的目睭前听这号歹。你甲你讲话时，显明罪义；看人的时，显明公道。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伫罪的中间，我的老母怀疑我。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伫我的腹内，你要互我得到智慧。求你用牛切草洗我，我就天去；求你洗我，我就比洗较白。求你，互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互你所压一个骨通欢喜。求你用你的面，无看我的罪。擦消我一切的罪恶。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有罪的人就要归顺你。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我的舌要大声吟诗，学学你的义。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我的嘴就要保佑你的好名声。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小祭你也无欢喜。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苦的心，你无要看见伊。大家咱来看今仔圣经节，为了圣经出来日记16章第20到15节，出来日记16章第2到15。出来日记16章第2节。以色列人全会伫旷野哀怨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对因讲：特着阮伫埃及地，死伫耶和华的手。迄时阮有饱满鼎，有饼通食到饱。恁带阮出来到这个旷野，是要互这个全会拢饿死。耶和华对摩西讲：看啊！我要对天落雨娘互恁，百姓就出去。逐日捡逐日的业，我通试验因，看伊要趁我的法度，到第6日，因就将所捡入来的比万好势，比逐日所捡的增倍多。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讲：到下昏。恁要知，带恁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明仔早起，恁要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因为耶和华听见恁哀怨伊。阮算什么？恁竟然哀怨阮？摩西佫讲：耶和华下昏时要互恁食饱，早起时要互恁食饼到饱，因为恁哀怨耶和华，伊拢听去。
阮算什么？恁毋是爱阮，阮是爱阮耶和华。摩西对亚伦讲：恁着甲以色列人全会讲，恁着就近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已经听见恁的哀怨啦。第16节，亚伦拄对以色列人全会讲话的时，因两旷野咧看耶和华阳光伫云中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讲：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哀怨，你着甲因讲，到黄昏的时，恁要食饱，早起要有饼通食饱，恁就知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到下暝有鹌鹑飞来，食砍营盘，天光早，伫营盘四围的地面，有一顶的露水打的时，看旷野的地面有细细圆圆的米，细到亲像霜。以色列人看见，毋知是甚物，大家三角讲：这是甚物啊？摩西甲因讲：这就是耶和华互恁食的饼。内容出埃及记第2章到第16章第2节到15节。在那旷野中，他们埋怨摩西和亚伦，对他们说：我们宁愿上主在埃及把我们杀掉算了，在埃及我们至少可以围着肉锅吃得饱饱的。可是你们把我们带到旷野，要我们在这里饿死。上主对摩西说：我要从天上降下食物给你们，人民每天必须出去捡当天所需的食粮，这样我就可以考验他们，看他们会不会遵守我的指示。到第6天，他们必须捡2天的食粮，准备使用。摩西和亚伦对以色列人说：今晚你们就会知道是上主把你们领出埃及的。明晨你们要看见上主的光辉，他已经听见你们的埋怨。是的，我们算什么？你们的埋怨是对他而发的。摩西又说：上主要在晚上给你们肉吃，在早晨给你们充足的食物，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对他发的怨言。你们埋怨我们，其实是埋怨上主。摩西对亚伦说：去集合全体人民，站在上主面前，因为他已经听到他们的怨言。当亚伦对全体人民讲话的时候，他们转头向旷野观望，忽然看见上主的光辉在云端显现。上主对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要告诉他们，在傍晚他们有肉吃，在清晨他们有足够的食物，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是上主，是他们的上帝。傍晚一大群鹌鹑飞来，多的把全营都遮盖了。清晨营的四围都是露水，露水一蒸发，在旷野的地面上有一层薄薄像霜一类的东西。以色列人看见这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询问：这是什么？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上主给你们的食物。这是上特别感谢主。这是从下开时间到李牧师，就是要传基督人敬德。咱三甲拍头的祈祷，主你听从阮的天父，阮伫即个疫情还阁是严重的时，做伙伫你的面前，摆咧对你的祈祷，特别阮也要献出阮对你的感谢。虽然阮拄着COVID-19 的疫情，也拄着南加州也是全加州有史以来上大的山火，还阁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即个网的攻击，
阮伫遮议员爱对你的保守、看顾来献上感谢。阮也恳求主你继续来带领阮头前的道，互阮伫即个侪项拢诚济阮的困难伫阮的头前的时阵，互阮会通仰望你，互阮会通愿意伸手来互你牵，互阮会通来顺服主你爱阮做的旨意。阮也特别恳求你来保守阮中间即个中间身体欠安的，阮的心神软弱的，主你的圣手拢放伫阮的身上。将你的意志来显示互阮，将你的旨意显明伫阮的生命中间。阮恳求你来继续保守阮的教会，阮毋知过来的疫情会怎样，教会要安怎搁再一届开始。阮也借着即个政府的命令会通开放的时，阮尽力倒转来伫教会内底来享受即个团契的生活。求主你来帮助阮，互阮无伫即段时间了后，就失去阮的仰望甲阮的信心。互阮会通愿意继续来坚定，来对你的骹步行，亲像伫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虽然因懵懵懂懂，毋知头前的路怎样，但是因对你的骹步行40天的时间。即种的精神实在是换值得阮的学习。求主你继续来伫阮头前带路，互阮会通看到你的旨意早日显明伫阮的中间。阮为着今仔日的组织礼拜献上感谢，阮将一切荣耀归伫你的圣名，祈祷感谢各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继续用出埃及记来分享啦当然今日真清楚地讲到即个玛纳的代志伫这讲到玛纳的代志中间，咱一直看到一项物件，就是保罗一直咧甲遮以色列的会众咧讲到埋怨的代志因来摩西甲亚伦埋怨，但是伊甲因讲，你事实上毋是咧埋怨我，是咧埋怨上帝，因为摩西甲亚伦是代表上帝。咧带领以色列人来出埃及，埋怨是一种的人格的特色我讲人格的特色就是讲，有的人你着注意甲看无论伊拄着偌好的代志，总是找着一寡物件有足够的呢。搁较安怎欢喜的代志，拢会通找着一寡物件complain 我毋知咱要拄着即种的人无事实上有一种的。人存在伫中间。圣经所记载，以色列人事实上就是拢安尼。咱主要看整个因出埃及的即个过程的中间，因拢来埋怨。未出埃及是咧埋怨有无？当法老王甲摩西讲了法老王就讲生气恁着要爱我，互恁出去，所以我加重恁的工作。伊就开始，咱就来看。今日咱所读的启应文启应文13篇是4篇51篇，咱讲这是大笔的悔改的诗篇伊内底讲啥？我的喙是要创啥？我的喙是要来学乐的。基督徒的性命应该是放伫咧学乐，但是咱今仔日要对以色列人的埋怨顶悬来思考来提醒咱家己我感觉这个图画了无正确照圣经写是敢若酸安尼细个粒仔安尼这解读了，可能迄个有发酵。来，无说先问咱埋怨会当改变事实无？还是讲埋怨会当帮助咱较好，还是更较歹？咱来想看卖咱对出来遮以色列人的心情来看遮的记载，咱要来讨论玛纳拄则缀你带咱读的圣经内底咧讲着讲，因毋知迄是啥物货，但是摩西讲这是恁的饼，因上帝安尼讲是啥物饼？
当伊看到的时阵，因边厝咧问讲，这是啥 ？What is this？What is this？就是玛纳这个字的意思啦。所以玛纳毋是一个名词，玛纳是一个问号。上帝用因的问号前40天，所以当因拢还毋知的时阵，这个物件真做上帝互因的恩典，但是因阁继续伫遐咧埋怨吼。所以咱要对这来看，以色列人因为无物件通食埋怨，因为无水通啉伊嘛埋怨，吼，这是啥物物件？第一个字，咱看迄个希伯来语是对恁的正手边看倒转来。迄个若像 M， 迄就是 M 啦吼。下骹有迄个母音的注音吼，遐有一个 R，T 字形的是 R， 下骹迄个是 N， 玛纳吼。伊是对下骹迄个字叫做 mom， 拼起来好像男人啊 ，MAN 吼 mom 吼。这个物件叫做 what， 咱知影即摆少年人你若甲记吼 ，what， 即我讲的吼。足是迄阵啊，做来叫以色列人吼。对玛纳来讲，这个毋是一个物件的名称，是因毋知影这是啥物物件，上帝就这咧手术互因，因为因伫遐害惨，因伫遐埋怨讲，阮拢无物件通食。咱若倒转来圣经，今仔即个经文来看，因安怎讲？因迄个埋怨的话，其实是会当讲是足恶毒的呀。咱来用即摆话来讲，是真恶毒的。伊安怎讲？讲吼，你带阮来到伫即个所在，吼，安怎？阮伫埃及的时阵吼，我宁可死伫遐。这是已经咱讲足酒惨的代志啦，吼。伊讲阮迄阵啊吼，有肉满鼎，有饼通食到饱。因当无通了食的时阵。伊去想着过去的物质生活，但是因袂记即讲因的害惨，互上帝听见，上帝才找摩西有无出来入去。当上帝找摩西是讲，因的哀求我听着啊，因已经袂记即个物件，伊即摆离开啊，拄着新的困难的时阵，伊讲我伫遐较好，我遐物件通食。这个代志其实到现在嘛还咧发生吼，有真侪迄个，咱讲政治顶悬的会了解，有一寡物件嘛会走出来吼。咱有一句成语讲啥？有奶便是娘吼，通食就好啊，无要紧啊，吼，变做是安尼啊。但是当因在害惨去用努力，去用苦毒的时阵，迄个时阵已经袂记起来。毋但是安尼尔，上帝搁差遣迄个咱咧讲的恩顿吧，恩顿来互因通好掠，来互因通好掠，来互因通好食，有肉通好食，所以后饼后肉，这个真少得咧吼，袂歹咧吼。咱的烤肉嘛是安尼尔吼，烤肉边仔搁有 chips 差不多是安尼尔吼。因为是。上帝差遣这个恩准来互因食，这个物件是对倒位来？照圣经，无论是台语还是汉字、华语的，拢甲咱写对从天而降咱用字面来去想吼，从天而降就对咧。从天而降是啥物意思？就鸟仔对顶悬来啊！而且圣经的记载讲这个饼怎出来？这个饼是因为遮个鸟仔出现才有的啊，好敢若亲像酸安尼共款的，是毋是因为遮个鸟仔吐出来物件，咱毋知影咱毋知迄是啥物物件但是就讲遮介绍是对天落来，其实原文的意思搁较深啊。原文的意思是甲咱讲对天顶来，迄个天是天堂。创世纪第1章第1节，咧讲到上帝创造天甲地甲只共一字啊。迄个天毋是咱所看的即个天空，迄个概念毋是安尼。我搁用其他的经文互咱来看，咧王下传第2章第1节咧讲到以利亚
要上天的时阵，伊要上去倒位？伊毋是上伫顶悬做卫星呢？伊毋是要在天上呢？伊要伫倒？伊的概念，迄个天上是啥？是上帝的所在，敢毋是安尼？上天伊叫上帝所接上天，是要去上帝迄个所在。所以原文这个字其实是 heaven 啊，原文这个字是 heaven。11伊佫有讲着，伊伫遐伫一阵的这个加勒遐风中间去用接去天顶啊，这个天是咧接指上帝的所在啊。所以，互咱知意思就是讲。这个赏赐通好食的物是对上帝遐来，毋是天家己落来啦，是上帝赏赐互因。咱若照圣经若佫继续落去，明仔载的devotion会佫继续落去咧读的时阵，咱就会当看到讲，因到进入迦南地了，拢总食40工久，甲迄一工，所以迄人是上帝的业力，人是做袂到吼。所以这真清楚是对天顶。天堂 ，heaven 是上帝的作为。过来，伫圣经中间来讲，这吼，上帝讲我要来甲因试看卖啊，吼，当然真侪时阵咱来讲去试探吼，但是伫中文来讲，咱咧讲试探，通常拢讲伫撒旦对人的试探是负面的，是调工要引诱人去做歹，迄个试探，所以。有足侪牧师足爱讲，你袂当讲上帝咧甲你试探，上帝咧甲咱试炼啦，甲咱 test 考验啦，吼，即个部分，所以毋是试探，上帝毋是要调工，互咱做歹，所以足侪人咧讲，拢误解圣经讲吼，你看上帝就是调工互撒旦吼，要去甲约伯安尼甲引诱做歹，互离开上帝，毋是，其实是咧接受迄个试验，吼，去互伊。伫迄个所在，兼且是训练，上帝一直互人机会，一直互咱考试。当咱面对更较新的困难的时阵，咱是毋是会佫继续来跟对伊来行，还是照伊的命令来行？所以这是试验，是考试，来看咱有得到啊无。咱台湾的考试是要看分数悬无啦。迄一天我咧甲阮查某囝讲吼，因为最近买物件转来吼，伊若牵我出去，拢会甲我喷迄个三台吼，我就剩安尼吼。我讲我敢想要互你拍安尼，我讲吼细汉的时阵是安尼啊，数学减1分，就拍一个。伊讲安尼我也足凄惨的。佫这是台湾古早考试就是爱分数，但是考试是要创啥？考试是要训练咱愈来愈甲上帝亲近，毋是咧看分数的。毋是讲100分的这咱入天国，毋是安尼啊，是讲，互咱伫咱的生命的中间，咱会当一步一步搁甲主会当搁较亲密。咱看今仔日上倒尾经文咧讲啥？当我赏赐的物件食时，因就知影我是因的上帝。当摩西入去伫埃及甲因介绍的时阵，是讲恁祖公的上帝，毋是恁的上帝，有无？就是咧一步一脚步经过这个试验。经过这个训练，然后会当慢慢来熟悉讲，这个上帝是我的上帝吼。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讲，考验要证明伫咱的生活中间慢慢去prove 这内底有一个 prove 去证明讲咱是属上帝的。创世记22章第1节，上帝来考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对。上帝脚步行嘛，咱讲伊信心的老爸啊，但是上帝来呼召伊讲，你献你的囝，这是一个试验考验伊，所以伊伫遐来回复上帝，嘛照安尼去做，带伊的囝要去献祭。但是伊的心肝顶，若啥物人甲讲嘛，毋知影吼。伊甲伊的后生讲啥？上帝已经准备遮油果伫遐啦。这咱咧讲这是伊的信心，所以迄个。test 毋是一个歹的方向，是要来互咱家己嘛真清楚来相信我靠上帝。这个25章25节的所在，嘛是伫遮上帝嘛佫讲，我互伊水啉，嘛要来考验因啦。考验因是安那？你来守这段路，讲了就煞，毋是安尼，就看你有守了好势无，你有进步无，你有继续咧听话啊无？所以。
咱讲以色列人历史就是哪像汉千秋，汉来汉去，有当时啊真乖，啊久了就皮啊，啊就愈来愈无听上帝的话，啊去互上帝夹着，咱搁倒转来，吼。咱的信仰其实拢亲像安尼啦，吼。诗篇26篇第26出来记26章第40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嘛讲着啦，吼。诗篇26章第26篇第20，我感觉即个经文会通解说即个试看卖试探因的意思是真正意思是讲啊，上主啊，求你监察我，考验我，求你审察我的心思意念。这个就是上帝咧试人的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啊！吼，然后出来记嘛有这个经文吼，咱看以色列人其实上帝要试是因为因有足无好的迄个 personality， 伊足爱埋怨啊吼。我拄则讲伫埃及内底，当摩西开始甲法老王去谈判了后，因就开始埋怨，一直埋怨吼。迄是足无好势的一个物件吼，迄个特色。民数记第11章第1节安尼讲，这个人民拄着困难就开始埋怨上主，拄着困难就先埋怨，拄着困难就先埋怨。我毋知影你讲对，这个逻辑会通袂？拄着困难，咱先安怎？咱有当时啊讲吼爱祈祷，这是较标准的啊，是毋是？咱有当时啊讲拄着困难爱安怎？爱感谢，感谢上帝借着这个困难，互咱会通甲伊更较亲近，互咱会通更较对伊安尼来建立更较亲密的关系。因的埋怨的原因是因为看袂着上帝。摩西来介绍是讲恁祖讲的上帝。上帝是啥物货？对因来讲 ，I don't know。当因要开始出来记了后，日是有风条，暗是有火条。因所看到是啥？看到风条，看到火条，对。摩西介绍的啊，看到风条，看到火条啊，还是祖讲的上帝啊，甲我一点仔关系都拢无啊，对不对？过红海，是摩西伊滚啊呢？对无？啊，无水嘞，嘛是摩西基本啊呢，看会到啦吼。上帝看袂到啊，对因来讲，上帝看袂到啊。初天烟阵啊，甲有即个玛纳通好食的，啥物啦？有个人就讲啊，对天啊，天家己来啊，鸟啊就家己飞来啊，这大自然啊，足侪人爱安尼讲啊吼。因太兄阿嬷的人。因嘛有可能惊我讲，你看这是阮的厉害，这是阮的厉害。其实上帝是无所不在，伫遮代志咧发生不断咧发生的中间的背后，上帝就伫遐。但是因足敢若看到头前尔定，看到迄个困难，亲像彼得，咱几若摆讲着彼得行水面的时阵，耶稣手甲牵的，伊去看风烟，所以跋倒。当因拄着艰难，摩西带以色列人出来叫因拄着艰难的时阵，因看到艰难，所以埋怨。因无看到过去伫遮个代志的背后，拢是上帝咧引带因，所以因埋怨。因看袂到上帝的形象是啥物货，看袂到。对因来讲，带因出来是摩西、亚伦，是摩西咧。下面领的啊，是摩西带领因的啊，是摩西咧甲法老王伫遐谈判的啊，互红海分开的因目睭所看到的，拢是遮个代志。拄则有书已经讲着讲，当因伫埃及的时阵，摩西开始甲法老王伫遐谈判的时阵，法老王受气就加重因的工作，佮无爱互因材料，了因就佮开始埋怨。所以无论甚物款的代志，头前有红海影遮尔大，惊到要害。所以你注意甲看吼，无论甚物款的原因，因的背后都是惊吓，都是惊吓，因毋知影要安怎。
当伊毋知要安怎时阵，因目睭所看到会影响因的信心。对伫家庭工作啦，对伫面对红海啦，对伫后壁的追兵啦，对伫无水通好啉啦，因啥物货拢会使摕出来 complain， 伫遐嗨餐。因安怎讲过红海的时阵，甲今仔日咧落无物件通食是共款啊。伊今仔日讲我宁可死伫埃及啊，而且讲无种新之地。这意思共款啊！我伫埃及有通种埋葬的所在啊，敢毋是安尼？我宁可死伫遐，我死伫遮。共款的意思，只是无共款的讲法，安尼尔。所以伊感觉讲，我真惊你是安怎带阮来伫即个所在。当伊无水通好啉的时，伊嘛埋怨，我要啉啥物呢？当伊无肉通好食的时阵，讲阮伫遐阁会当围炉。食到饱饱，甲要逃走迄一暝，还佫为了食饱饱，敢毋是？刚过一个暗时啊，你要叫我伫遮饿死吗？你要互我伫迄个海顶悬来淹死吗？但是事实上，咱注意来看，遮的上帝的保守，上帝所守事的稳定，遮个事实的改变，拢毋是对外来。是对倒位来？是对上帝的稳定、上帝的怜悯，对上帝的怜悯来的。亲像保罗定讲，我是有罪的人，我哪会通得到遮大的稳定？但是上帝就是要把这稳定互咱啦。因为咱不配，但是上帝犹原要互咱，这叫做稳定。咱若总讲你看我足厉害我做足好个所以我都爱得到，这是法利赛人的心态，无共款所以以色列人犹原需要靠着上帝的稳定甲保守来度过遮个因所看到的艰难，互因惊吓，互因伫遐埋怨的遮个困难。上帝的旨意是要爱因一步一步对主来行。我伫我心内底有甲咱参加分享讲，当迄囡仔拄着迄个困难的时阵，伊会啥物动作？我会记得我一届迄阵我的上生拄出世无偌久，我甲无顺啊，送两个迄个面包车安塞做伙，就出去。出去迄个百货公司足侪人毋捌看过上生做伙送的车安尼就拢围过来就迄囡仔嘛围起来看就举头一看搁一个好手乌迄款退衫揪伊老母的手，妈妈。我想咱就是安尼啦人拄着困难、拄着惊吓的时阵，咱会退几步，然后伸手去杀迄个会当帮助咱、互咱安心的迄个人上帝就是迄个角色，上帝迄个角色，搁来咧，大人要安怎带囡仔行，囡仔就拢爱对咧行，若无就家己要面对迄个互伊惊吓的代志顶悬。所以上帝爱试看咱有要遵守伊的旨意无？但是你注意来看因逐摆拢失败若照迄个处罚的原则既然失败，你就家己去无呢？上帝一摆搁一摆互因机会，一摆搁一摆赦免因，甚至咱咧讲出埃及，互埃及的10个灾难是上帝互因10摆的机会，敢毋是安尼？无上帝一摆就互因安尼饱过罪咱台湾话讲饱过罪上帝借着这个试炼，互咱来训练，愈来愈知影伊的旨意，愈来愈会晓，愈来愈愿意对伊的骹步、伊的旨来行。伊我咱排完，摩西足清楚甲这以色列人讲。你掠做恁咧排怨我，事实上恁咧排怨上帝。今日咱的启用文用特别的诗篇，伊安尼讲，你互我听着欢喜快乐的声，你互我的喙充满乐，
你开我的嘴唇，来充满娱乐，我的喙就是要保养你的好名声。这是一个水的见证。上帝别爱咱用埋怨来过咱的生活，亲像经文讲的讲，喜乐是荣耀啦，哀伤的心呢，互骨孤单。咱三个来祈祷。请阮的天父，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你的面前，亲像以色列人共款，来得到你的救恩。主啊，阮知埋怨无法度改变事实，只有相信军队顺服，而且伫阮的生命中间充满娱乐，才会通互阮甲你愈来愈亲近。你爱赐练阮、训练阮。互阮通好伫你的面头前，甲你结连好的关系。主啊，亲像你所赏赐玛纳伫以色列人的面头前，你借着济济的恩典，互阮知，主，这就是你所赏赐互阮的食物，你所赏赐互阮的恩典，你所赏赐互阮的救恩。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脱离迄种爱嗨惨、爱埋怨的性命。会通对你的脚步来行，因为你甲咱逐工拢在带路。愿咱的献上祈祷，靠出耶稣的圣名。阿门。感谢李牧师，咱所导互咱的信息，咱就是做了伊信息298首，要所要错路，咱做来回应上帝的话，信息298。
做咧祈祷。就是无咩提杯，我感谢你，因为你用教士去供应阮的需要，但是阮了圣经有时，阮也爱想要去睇较济，想要去听较济，甚至对你阮的供应，也欠缺了信心。根据提杯方针，阮了记得最后所开的假期，用当为的假期，最自在宝伫地面上，会独独爱为着家己最自。在报的天灵，天灵行，甲生鲜被破坏也不产，土地所在，主要阮恳求你完成阮，要相信你就是阮的恩典，永远的教育用，完成阮的个来尽心来本地主义效果。无论是阮拄着啥物境遇，我当努力打拼。无来阮，来为主做工，来做这个所祈祷，好个百姓，阮来应当主心主命。特别上帝阮，而且往下阮通过经济，来做主的路用，永久做有担当的心愿意，靠主要所祈祷心来求。阿门。好在，那就是请牧师来做个关怀，来报告。好，看到报告讲，这个北加州的火搁倒起来安尼啦吼，咱也搁继续祈祷吼，因为天气炎热嘛较干燥吼，从这个拜五暗有地动，咱就感觉无安尼。有人讲，心脏又要走出来安尼吼，有人讲足好困的安尼。愿主保守啦吼，真正是不断有这个天灾吼，咱需要上帝的电吼。咱已经开始这个礼拜实体礼拜，要鼓励兄弟姊妹尽量会当转来伫礼拜堂吼，咱会使做伙来遮敬拜啦吼。当然咱照着规范吼，爱保持距离，爱戴喙笼吼，等等这代志。无需要兄弟感谢啦吼。因妈妈的葬礼是伫咱的时间昨下晡就举行是台湾的礼拜日早起啦吼，也是昨咱遮下晡，就是大家关心过来吼。今仔日是迄个惠娜的生日啦，念咪说的是咱庆生日歌吼。好，咱有礼拜实体礼拜、网络礼拜，咱做伙来进行吼。嘛是共款，搁再强调咱鼓励兄弟姊妹，你若会使转来，就转来伫礼拜堂来聚会啦吼。好，奉献你若准无来，你若要寄奉献，就请你寄教会地址，也是寄互这个主的长老，拢会使吼。咱搁来拜五吼，有昨经是这个保罗第一个宣告，咱要讲第二个部分啦吼。经文是《使徒行传》13章50到14章的第7节。好，后礼拜我会甲这个后一季的这个红薯表来用 email 寄互大家吼，你若有啥物特别的安排，爱甲我讲一下吼。好，也是讲你若排好了，有啥物代志，你会当甲我讲咱才来私底下来对调安尼吼。前礼拜主日的人数是20人吼，礼拜五的早间14个人。即礼拜奉献收入是3656块，明细有伫下骹，咱伫手簿内底有吼。这是后礼拜讲到的资料。后礼拜的事奉，因为有两兄讲最近目睭较无好势，所以请朱天兄来代替安尼事会吼。好，以上。好，咱继续，咱来念，看今仔日的经句。是用诗篇145篇第60到第7节，咱做来谈两摆。第6节，人要讲起你旁边的事的大关联，我也要保佑你的生活，伊要保佑你大稳的力量，也要唱歌学到你的公义。这个一摆，
人人要讲起你通惊的事的大官名，我也要保佑你的志大。你要保佑你大稳的纪念，也要受我学乐你的公义。是天35天，第6早到第7早。咱做个优上型的诗，513段，就师傅保护你，然后请李牧师作答。以色列人同款，逐工伫咱的性命中间，引带咱，互咱无惊吓，有主对天顶所享受的平安，对即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来开声哈，我来甲迄个关起来。先关。哦对，来，咱来唱生日快乐歌，维娜伫倒位？洛莲。洛莲。嗯？无看到伊诶。我看伊我会唱。是诶，我无看到你我唱啦。你若无看到，我看到你这，是不是？你有看到我，都无代表我看到你啊。我冇有 star video，
出来啊，出来啊！哦，我，唱一下，你起的是不是？你可以回。你头一位就是真正建设新年 ，OK？ 你看伊你看伊红的，对，你看伊后面就知影。你较侪较好呢。爱好。